國際上要緊來看，伊朗前最高領袖哈梅尼的國葬，7月初4要辦到7月初9。哈梅尼有3個後生來參加，不過接伊的迄個規個木吉塔巴煞顛倒無來。也這典禮主持人，伊朗的詩人是大話要刺殺美國總統川普，現場的大眾也大話支持。在伊朗首都德黑蘭的伊瑪目霍梅尼大清真寺，初5入暝了後，也是有真濟來參加前最高領袖哈梅尼國葬的民眾。伊朗官方表示，對初4開始連續6天的國葬，預計會有1500萬伊朗人出席。國葬大典的主持人是伊朗激進派詩人拉蘇里，公開發表要刺殺美國總統川普的言論，引起現場民眾激烈的回應。از این به بعد کفن جای جام بر تن ماست قسم به خون تو قتل ترامپ گردن ماست。今年2月28日，哈梅尼和美國以色列聯手甲崩死，國葬延至4個月才舉行。初5包括伊朗總統等等真濟現任的高官，也有哈梅尼3個後生穆斯塔法、馬蘇德、梅薩姆攏有出席。敢若接任最高領袖的後生穆吉塔巴猶是無出現。有消息指出，56歲穆吉塔巴佇個甲哈梅尼共一場空襲當中受重傷，目前是重度昏迷的狀態。上無有一隻骹腿已經無去，目前是靠呼吸器咧生存。佇個哈梅尼國葬典禮現場，麥當看到民眾甲要對川普不利的旗仔舉懸懸。You look at Venezuela, you look at Iran, we wiped out their military. 美國總統川普初4佇美國250年國慶演說當中，擱再講到美軍的軍事力量有通好征服任何國家。針對哈梅尼國葬，川普接受專訪的時，擱再口說，醫生表示美國和伊朗放1禮拜的假去辦喪禮，也擱質疑伊朗的民眾是咧假好。伊講美國開一槍，就會當解決伊朗全部的官員，也毋過美國袂動手，若無就無人來進行談判。伊嘛講伊朗當咧祈求達成協議。公視新聞景元慶編譯。